真福气的阿嬷，要来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，欢喜学台语。今日要来介绍第15篇清明节陪梦。今日特别要讲即个清明节的典故由来，甲世俗谚语，根据节日的故事册内底有记载。清明节是24节气的日子。较早阿公阿嬷定定讲一句话：新历有节，旧历无灭。就是每年3月初3日，农历叫做3日节，国历4月初5，政府甲定做民族扫墓节、民族扫墓节，要互子孙祭拜祖先。陪墓嘛有叫做綴墓纸、献纸钱、献纸，即拢会使通用讲的。咱即马来做伙读一个深色的念谣。来，规家伙仔休困大细斗阵来，墓居顶悬爱哭草。摕石头缀着墓纸，物件传路坐，大兄捧着行李，二兄排红龜粿，三兄排草仔粿，四兄排包仔粿，五兄排红豆粿。阿母金纸、桂纸囥做伙。阿爸负责烧香糕点火，大家同齐做伙来拜，祭拜祖先，对思祖先，感谢祖先。阿嬷刷雷讲好话，今日好日子，子孙传济青草，有金阁有银，金银财宝互子孙，代代富贵，添丁发财。变好野人，听着阿嬷讲好话，一阵的咯咯，牵牛囡仔、牵羊的斗阵来，要讨墓粿。阿嬷讲爱分有够哦，分无够，压两豆干摕来斗。佮看到一只的红田的来斗闹热，这是一个好吉兆。拜好，大家转去厝，到润饼，食润饼，放菇花仔，大细食甲笑嗨嗨。讲到这，甲大家说多谢。